第一次哦，伊伫迄个做从业领任遐呢，学习的相当的不错，嘛真好，这人才嘛真优秀啦，哦，咱嘛真大恭喜，因为咱先学道，咱一定爱学习，学而后知不足。你有去学习的时候，你也知影你对一个不足，你会当去改进，精益求精，精益求精哦。你若拢无咧学习，哦，你无咧学习，你就是袂用心。安怎讲你袂用心？你听会就过去，你就注心起来，哦，注意。你有咧学习的人，哦，你哦，去学的当中，你感觉不足，哦，你会充实自己。咱就是讲活到老学到老，每一个时候，哦，咱拢是爱学习，哦，无咱食菜拢无精进咱家己，等咧得过且过，安尼嘛是做非常的哦，非常的这个浪费了，对啦。就讲咱一定要学，咱无去学的时候，咱要哪去教导咱的这个兄弟姊妹，咱要哪去度化兄弟姊妹，无法度啊，哦，因为兄弟姊妹伊拢不知。伊唔知的时，咱也无来讲，伊袂开了解，伊袂了解，哦，所以咱一定要学习，来精进咱家己。尤其像咱即马，即个明德办我要讲哦，开到即摆经第3期啊，因这少年的，大家拢讲了做好，因为咱有一个舞台，互伊一个表演，互伊有一个学习的舞台，因就会精进，安尼，所以这个很不错的导师。就来我们的这个建凯讲师来咱今天来做个慈灾利院的见证那我们就欢迎建凯讲师感恩。好，各位前贤大家晚安。后学建凯，那后学感谢刚连任慈悲鼓励后学很多东西，后学很多还需要学习的。那今天要来学习慈斋利院之见证。那么在开始之前呢，后学是沾到天恩师的祖师弘慈、师尊师母2位老大人的大慈大悲，心意和老前人的5大牺牲。一手大仙的庇护，还有周前人、洪副前人，还有各位点传师、各位领任、不领任的苦心栽培，那给后学这个机会，今天来学习这个讲课。那么不知道各位前贤对慈斋利院这两件事情啊，是什么样的见解？那么我们因为后学今天要分享的东西其实非常的多，不过有一些东西因为是不同的课程，可能也会分享到。那后学今天会透过在课程分享当中会去分享一下，然后让前贤可能先知道这些东西的一些关联性。那么之后如果有其他的课程比较深入的探讨，那我们再用其他的课程来做深入的研究研讨这样子。好，那么从慈斋利院这边开始来看，我们先来知道一件事情，就是我们知道吗？就是我们平常可能吃素啊，吃这么久，然后我们也求得到，可是在我们平常可能会有去度人嘛，就是会去跟前贤分享，然后就是希望我们的亲朋好友来求道。可是我们有没有想过，就是在我们成全这些还没亲口也还没求道的一些前贤众生啊，他们有没有以下这些的疑惑？第一个就是我们会常听到，就是说，我们心地善良就好，那为什么一定要吃素？我平常我好言好气，然后我对待同事、对待家人都很好，可是吃素跟我有什么关系？那第二个问题呢，就是说，我们常跟大家分享说，我们求道就可以了脱生死，可是就求到了，我们已经求到，然后就了脱生死，也颠榜挂号了，那为什么要吃素呢？好，那我们
从基础的角度来看的话，我们都知道，在我们吃素呢，其实是一个就是放生的一种行为跟动作。那我们知道说求道啊，它可以跳脱六道轮回。那何谓六道轮回呢？六道轮回呢，我们常听到的就是三善道，还有三恶道。那么三善道的部分呢，就是我们常听到的是天道、人道、阿修罗道。那三恶道呢，就是我们可能会听过的畜生道、恶鬼道、地狱道。那天道我们可能常知道，就是说我们会不会去寺庙拜拜，会去拜妈祖、拜关公、拜土地公、拜很多，这些都是在天道的神仙。那么我们拜这些是为什么？是拜一个平安吗？是拜一个我们在人世间可以好好的生活，顺利，是这样吗？那么不知道各位浅浅有没有听过，就是除了六道以外，还有一个四圣道。这在佛界来讲的话，我们佛教来讲的话，我们有四圣道，就是有声闻。声闻可能我们比较不常听到，可能比较常听到的是阿罗汉。那声闻呢，其实是一个境界的部分。那成就罗汉呢，其实是从声闻开始的。对，然后再来呢，就是圆觉，然后再来是我们比较常听到的菩萨，最后是佛。那或许为什么会提到，从刚刚开头讲到吃素，然后讲到求道，那为什么之后要来提到我们会有六道呢？因为在我们求道完之后啊，我们都知道我们超脱了六道轮回。那超脱了六道轮回之后，我们会去哪里？这个可能有很多浅显其实是不知道的。可是我们在道场其实常常啊，就是会在去不断的阐述，就是说我们要去行三施。那行三施呢，可以培养我们的心性，让我们提升我们的心性，然后成就菩提心，然后甚至就是在修菩萨道。那么我们做这些善事，做这些我们所谓的三施，那成就菩萨道，是等于成就了吗？其实不然哦。那我们这个地方，我们就是先让大家知道说，我们除了求道跳脱的六道是哪六道？那等一下呢，我们会稍微解释一下，为什么我们会提到六道轮回。那再来呢，我们先来知道，就是南极仙翁有词训说，我们真正爱自己是要找寻一条解脱的路。那我们要去找的解脱的路，要从哪找呢？我们下面来看一下。那我们先知道一下，在我们去度同事、度朋友的时候，我们常常会说啊，我们要带人家来求道，要带人家来点心灯，要带人家来开智慧。那做这些事情呢，就是求道嘛。那求道呢，它有什么好处呢？求道呢，我们可以改毛病、去脾气，开启我们的智慧，创造幸福，然后变化气质，改变命运，逢凶化吉，躲劫避难，然后进大大笑，选主沾光。后学稍微解释一下，就是改毛病、去脾气呢，不外乎就是因为我们在求道之前到求道之后，我们可能想说，求道之一下子的事情。那为什么求道之后我们可以去改毛病、去脾气呢？因为呢，我们在这个求道的地方是佛堂，也就是说这个地方是一个有形的善知识，然后有形的善知识这里的人就是都是我们的善菩萨，然后善知识。那我们有句话是说，成于中，行于外。我们心里所想是善的，是慈悲的，那我们自发性就会有菩提心。那慢慢培养起来之后呢，我们就可以改掉我们的脾气跟毛病。可是我们其实，在佛堂，它是一个非常比较平静的一个地方。那这个地方呢，其实不容易让我们去产生这些毛病跟脾气。可是呢，佛堂却有很多的我们一些学术或者是一些课程，
可以带给我们很多，可以带回到我们的生活当中去磨练磨难。那这个时候才是我们改毛病去脾气的时候，因为我们在还没有改毛病去脾气之前呢，心中跟脑中其实没有什么方向跟工具的。那何谓工具呢？就是我们所谓的善知识，这些东西就是改毛病去脾气的一个工具。那开启智慧呢，不外乎就是我们得到明师一指点，然后得到了我们的三宝。那得到了三宝之后呢，我们就超脱了六道轮回。对，那再呢，变化气质，改变命运。因为我们在佛堂的过程当中，我们一定时常会有许许多多的一些可以修行修办修道办道的一些机会，比如说我们可以带人家来求道，比如说我们可以做三师，比如说我们像后学在伙食团学习，可以帮办伙食团，比如说佛堂有开班，我们可以帮忙去排桌椅，甚至就是带浅显来这边听课。那无意当中呢，其实就是在这个过程当中，其实我们会软下我们的心，就是不会很强硬的说，谁一定要来跟我去佛堂听课。那这个时候呢，我们就会慢慢把我们的一些平常可能非常不好的一些习气，在邀约别人的时候放下我们的身段。那这个时候呢，其实就无意间是在改变我们的一些习惯，然后渐渐的就是改变我们一些命运。因为呢，我们在道场啊，不论在佛堂或者是在其他地方，我们在做善事。其实我们都知道，我们求完道之后，在天上有一个功德银行。那在功德银行的部分呢，就是我们不断的做三施也好，或者是多化众生也好，其实就是在累积我们的功德，让我们的命运可以渐渐的去改善。那也借此可以逢凶化吉，躲劫避难。那尽大孝是什么意思呢？就是因为以前我们可能有听过师尊老大人的故事。师尊老大人他那个时候就是他为了他的父亲嘛，然后就是希望说他父亲没有求得到，可是他的家人是有求到的。那这个时候他从点燃师那边知道说，我的家人求到的话，就是求到的话就可以了脱生死。可是他因为那时候他父亲没有就是求到嘛，所以这时候他就希望说他的父亲也是可以超脱生死的。那这时候他就祈求就是请示点传师，然后这时候就是有去恳请老母慈悲，然后到最后就是希望说，这个师尊啊就是要去不断的度人，就是要度100个人。可是他不论他怎么度啊，就是度不到100个人。结果呢，他最后就是度到或者如果没有记错的话，应该是64个。然后呢，他就度不到人，那这时候就是烧了一个表文，然后就是跟老母讲这件事情。那老母就是很感动他这个行义。那这个时候呢，就是说从师尊这一个人之后啊，就是我们每度64个人，再加1果，就可以超拔1层父母。对，那所以可以知道，我们其实求道是一件非常不容易的事情。那如果我们有常去听课程的话，我们会知道求道呢其实是需要3具足的，就是我们需要根基、祖德还有佛缘，这3具足呢才能达成我们的求道的机会，所以是非常的不容易。那提到了求道呢，我们再来讲求道，那不清口会怎么样吗？求道不清口。我们可能在道场很常听到不少前贤都这么说，我今天求到了，那我求到就了脱生死了，那我为什么要清口？清口有什么差别吗？那我们其实可以这么说，就是如果你今天就是你没有打算一辈子吃素的话，其实我们不太需要去清口。可是如果你已经吃素了一辈子却没有清口，那么就亏大了哦。我们接下来来探讨一下何谓清口。清口呢，我们在天上的果位会不一样。后学分享一个故事，这是在郭明义点传师的部落格里面的一个小故事。那这个地方呢，后学简单分享一下，是
这个有一个道亲的妈妈归空，然后他这个时候他就是只有求道没有修道，可是他还是身软如绵，因为我们都知道求道的话的印证就是身软如绵嘛。那么再来呢？可是他面带微笑的时候比生前还好看。那托梦给他女儿说：“哎，你怎么没有叫我去清口？”回到李天之后，就是有清口的人排站，然后领了很多礼物，可是没有清口的人排站，就是没有礼物。那这个浅显他去想啊，就是领了好多的礼物，或许就是所谓的功德哦。所以上天借着他的托梦告诉大家，吃素清口其实功德是非常多的。那我们在清口这个地方，后学简单分享4点。那因为这一份资料在后学讲完课之后会给大家去再详细观看。那后学有一些连结呢，其实是延伸的一些资讯，那再请各位浅浅就是去看一下。那我们清口呢，跟没有清口到底差在哪里？我们清口呢，就是可以就是真修行，然后可以入内院。那何谓内院？我们等一下会来分享一下。那再来是会止业。就清口如素呢，就是消业的开始，因为我们放下我们的口欲，我们不食众生肉，因为众生呢，其实我们刚刚就知道6道啊，6道在畜生道里面，其实就是我们人啊，在投生的6道当中，有可能去投生的畜生。那这个时候呢，它已经是带业了，可是我们又去吃它，那其实就是我们在增加我们自己的业力。那再来呢，这清口呢，其实是佛盘的注册。那为什么会有注册这件事情呢？等一下后学会分享。那再来呢，就是我们知道我们人哦，在求完道啊，一直到我们归空之前，其实是有5支旗子的，5色旗，有分别非常多种颜色的旗子，其中呢，我们有求道跟清口的人，我们都有黄旗。那这个黄旗呢，其实是仙佛在认我们的一个指标。也就是说，我们只有求道没有清口的人，清口之后我们会多加1支黄旗在我们身上。那大劫来的时候，仙佛其实他第一开始看到的都不是认这个人，可能这个人他常常来佛堂拜拜，可是他没求道，然后或者是他也甚至求道了，可是他没清口。那今天他身上没有黄旗，那仙佛就不知道这个人是谁。他就认为他是众生，那今天他认为他是众生的时候，他优先救的人就是我们黄旗的这些大德者，或者是甚至我们这些浅显。对，那么呢，再来是为何清口就得吃素？没有清口的人吃素就是一边做功德一边漏功德，因为后学刚有讲，我们今天清口就是它不仅仅是包含吃素这件事情。那等一下后学也会稍微分享一下吃素跟清口跟吃素的关联。那在第二个就是茹素的话，就是不食3厌5荤。那5荤的话，我们知道的就是蒜头，然后韭菜，然后那个洋葱，然后然后还有对，还有一个是青葱，对。那这5荤呢，其实就是我们常讲的，就是不食的蔬菜类。那3厌呢，就是天厌、地厌、水厌。那天厌的话就是指飞的，地厌的话就是在地上走的，水厌的话当然就是在海下、水上在游走的这些动物们。那清口呢，它其实就是去浊流清哦，对，去浊流清。然后呢，后学来分享一下清口就得吃素的原因。在《心力观经》里面有讲过，就是弥勒菩萨世尊，那从发心不食众生一切肉，那一切智光明仙人慈心因缘不食肉精。那这个一切智光明仙人呢，其实是弥勒佛在某一世就是倒装降世的一个智者。那他这边有一个故事，后学稍微分享一下，就是说在以前有一个大婆罗门教，一切智光明是这一个我们弥勒佛倒装降世。那他乱世的时候是没得吃，经历了7天，在一个森林里面有500只白兔，然后其中1只母兔和他的儿子为了救一切之光明，因为他们知道
有一个大德者要来这个森林，而且知道他饿肚子，饿了非常久了。那他就是投身自己，让自己就是掉入火坑，然后自杀，然后希望把这个肉给这个一切之光明使用。可是这一个一切之光明这个仙人啊，他就是不忍吃这个兔子的肉，于是呢，他就是燃火自杀而死。那释迦牟尼佛有在一场大型的法会，就跟他们的弟子讲说，一切之光明就是现在的弥勒，白兔王就是释迦牟尼佛他自己，那弥勒为世尊的弟子，并且去受记他，未来一定会成佛。那他会在龙华树下讲了3会，也就是我们往后可能会进到的课程龙华3会，就是在课程当中会有分享。那详细的部分，我们就是到时候有详细的课再去做分享。那普度众生呢，他就是预言说，弥勒他将会当成佛就对了，那会升到兜率天。好，那我们来分享一下弥勒菩萨，他在梵文是叫做弥扎雅，那意思就是慈氏，又在他在当时候在释迦牟尼佛弟子又是阿逸多尊者，那意译为就是无能胜，那总名是慈无能胜，也就是说他是在释迦牟尼佛底下的8大菩萨之一。那刚刚有分享到就是这个弥勒啊，他会投身到兜率天。那这个兜率天呢，我们在佛堂道场常去分享，就是弥勒净土，那就称为兜率净土。它位于欲界第4天，分内外院。然后外院居住的是五欲乐的天人，内院的话则是补处菩萨居多。那是一个很亲近的地方。那或许稍微分享一下，这个兜率净土呢，其实是在我们以这个叫须弥山。须弥山呢，就是有一个人他看到的须弥山的一个世界观，然后有分为3界28天。那我们先知道，我们常听到3000大千世界，那3000大千世界是在就是我们整个世界的大小。那我们身处的这一个世界呢，是在小世界里的3界28重天。那这3000大千世界我们怎么算呢？就是说一个中世界呢是1000个小世界，那一大世界呢是一个1000的中世界。也就是说呢，我们3000大千世界呢，就是我们要3000乘以1000，然后再乘以1000。那聪明的浅显们，我们可以稍微算一下，就会知道我们在这个小世界有多么的渺小。那没关系，我们来稍微知道一下，就是我们身处的地方呢是在这里。这是在我们人所居，是或觉得标没有办法看到，那没关系，就是蓝色圈圈圈起来的这个地方。那中间这里呢，就是我们的须弥山，就是我们看到的这个须弥山。往上呢，会看到这个忉利天。那这个忉利天，就是我们常讲的天界，也就是我们所谓的气天仙所居住的地方。那么呢，我们再往上看呢，我们会看到这个第2个红色框框圈起来的这个地方，叫做兜率天。那我们稍微知道一下，这个地方就是在我们这3界是有生死的轮回的。稍微看一下3界9地，在这个欲界，就是欲界6道的话，就是后学刚刚分享到的6道。那这地方刚刚后学分享过，那我们在的就是弥勒佛所居住的地方是在这个6层天，也就是空居天里面的兜率天。那我们要去想我们常常听前分享说，那我们在天上呢，就是我们可能跟着弥勒佛修好多个辈子，然后我们来人世间这边再继续修行。那究竟呢，我们分享的这个兜率天呢，跟人间大概是一个什么样的关系？我们用一个公式来稍微知道一下，它这个兜率天呢是在这须弥山往上数的第4天。也就是说呢，我们在兜率天的每一天大约是
人间的50乘以2的 n 次方减1年，也就是说它在第4天嘛 ，n 减1大概就是乘以3次方，也就2的3次方是8，那50乘以8的话就是400年，也就是说我们在兜率天的一天就是人间的400年。那我们可谓去想，我们在人间活了100年，活了100年还不到兜率天的一天，也就是说我们再怎么样努力的一直活到超过100岁，其实我们回到兜率天好像也才不过了几十分钟而已，所以我们才会有一种就是如果回到天上，我们想起来了我们这辈子的使命的时候，会觉得有点后悔，是说我到这辈子花了几十分钟，结果又浪费了好几十分钟，又没有修成了什么正果，甚至也没有往前进，就是我们的状态也没有再往前进，那就会非常的可惜。对，好，那我们细部的地方呢，我们会有一堂课是叫做弥勒净土的殊胜，那到时候就是浅浅如果有兴趣可以去稍微的去听一下讲座，或者是听浅浅分享。那再来呢，我们再分享一下内院是有非常多的补处菩萨。那补处菩萨是什么东西？补处菩萨呢，在我们菩萨的52位阶这个地方，应该不少浅浅有听过，菩萨是有52位阶。那52位阶呢，分别从第1阶开始到第10阶是10性，比如第1性的话就是所谓的信心。那详细的东西呢，我们在往后的课程可以去分享。那我们在第51位阶的地方，叫做等觉菩萨。那等觉菩萨呢，它又称为补处菩萨。也就是说呢，我们在在菩萨的修行的时候呢，我们从了10性、10住、10行、10回向、10地，一直到了第51位阶，也就是成为了补处菩萨。那补处菩萨呢，在一个位阶到了妙觉，也就是成佛的境界。也就是说呢，我们在兜率天这地方有非常多的补处菩萨，可见呢，就是在这地方的这么多的菩萨，其实就是在等待成佛了。那他们再过几个辈子可以成佛呢？这是不一定。可是呢，我们在道场可能会听过有一句话这么说，叫做一世修一世成。那这个一世修一世成，就是很有可能就是这一位就是补处菩萨。那他到了这个辈子，他修了这个辈子之后，他成就了妙觉，也就是成佛。那这个就是一世修一世成。对，好，那么我们再来呢，这个地方详细的地方我们可以去看一下补充的影片，有一个影片叫做《弥勒菩萨上生经》，那这个东西呢是一个佛教所制作的影片。那这个影片呢，其实就是在讲述兜率天的一个状态，然后它的一个内院是长得怎么样，那怎么形成的。好，那我们可能想哦，或许在这边再分享一个，我们从心地观经这个地方是有提到，就是关于弥勒菩萨法王子，他从初发心不食肉，然后因事原名为慈氏。那位于成熟之后，诸众生就处于第4兜率天。那这个地方就是告诉我们说，弥勒呢，他在释迦牟尼佛去受记之后，他预告着弥勒将会成佛，而且会到了就是第4天的兜率天。那这个地方呢，就是我们有亲口的人呢，他离开这个肉身回去的地方，将会到了这个兜率净土。那我们刚刚有提到嘛，兜率净土呢，它是有分内院跟外院。那么有亲口的人呢，他是会到了内院，跟着我们的这些补处菩萨，还有这个弥勒佛一起修行。那在外院呢，会有这个五欲乐的天人。那何谓五欲乐呢？其实五欲乐其实就是欲乐呢，就是有分为财欲、色欲、名欲、食欲，还有睡欲。那这5欲呢，其实就跟我们在人间的这些人非常的像，只是呢，他们现在是属于天人，所以比较不会把这些事情散发出来。好，那我们讲完了关于求道、关于吃素、关于心口，我们今天要来分享的是持斋立愿。那我们先来讲持斋。持斋呢，其实在定义上来讲，并不是只有
不吃肉而已。狭义的说法的话，它是包括我们的身口意的清净，都是持斋的意义哦。那持斋呢，我们可以从它的字去拆解，就是从一点玄关窍，然后一步上法船，然后了却凡尘事，左刀斩七情，右刀断六欲，然后一路可以上天堂，一路下地狱，然后小心谨慎行，要往上前进，然后可不要向下坠。这是告诉我们要不断的就是往前进，然后要小心的走，否则呢，我们很可能还会再回去六道轮回。对。那么呢，在持斋的部分呢，我们要去做的就是我们要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然后非礼勿食。也就是说呢，我们在所有的身口意这边都要做得非常的谨慎。那从口清呢，就是不出秽言，不欺语，不恶口，不两舌，不妄语。然后口不食五荤三宴，这个我们刚刚有分享到。然后不食烟，不喝酒，然后不吃槟榔，不吃毒品，这些东西都是口清的部分。那身清的话，就是我们的行为举止要合乎常理，然后要去正当的场所，要身行合道之事。那心清的部分呢，就是我们心中的所思要符合中道，不贪嗔痴。那或许今天要来分享就是三清四正。三清四正呢，就是在我们道场常提到，就是让我们的身心啊都要非常的清净。那从三清来看的话，我们有圣凡清、钱财清、男女清，这是我们在行外的一个基本态度。那四正的部分呢，就是在身正、心正、言正、行正，也就是我们人格的素养的一个自我要求。那后学分享这一个右下角这一个小图示，这是在赖的一个贴图。那后学觉得这个画得非常好，就是三清四正呢，其实就是要让我们这个人就是表现的端正体正，那让外人看起来呢，我们就是一个很堂堂正正的一个人。好，那不持斋会有什么事情？阿古佛有慈悲说，我们清口如数是帮我们身上的浊气去除掉。那我们不留浊气之后呢，就可以换上清新之气。那为什么清口如数的人身上不会带浊气啊？没有清口的人为什么身上会带浊气？是因为他们会食动物的肉，吃五荤，然后